近日我哋收到勒流梁小姐嘅報料，佢話喺食某知名品牌嘅龜苓膏嗰陣，竟然食到一塊膠狀物喎。咁究竟呢塊膠狀物係乜嘢嚟嘅呢？記者去了解過。從梁小姐提供俾我哋嘅龜苓膏可以見到，膏體表面有一塊半透明嘅固體膠狀物，用手可以輕易成塊攞起。我喺度猜測緊，如果係咁嘅話，食咗落肚會點呢？係咪先咁嘅膠質？唔係硅膠嚟嘅，我覺得佢。梁小姐話：呢個龜苓膏係佢上個月22號買嘅，之後去咗幾日香港，翻嚟打開冰箱就發現龜苓膏變成咗咁樣。咁我哋嚟到呢間龜苓膏專賣店啦，買咗一款同梁小姐所講嘅呢款同款嘅龜苓膏啦。咁見到上面同我哋平時食嘅龜苓膏係一樣㗎，咁上面係冇一塊透明嘅膠狀物㗎。咁嗰塊膠狀物究竟係乜家伙呢？記者諮詢咗該品牌嘅龜苓膏專賣店，店員回應：梁小姐嘅龜苓膏早已經過咗保質期，強調上面嘅膠質係植物膠，係健康可以食用嘅。因為佢攞咗翻屋企已經係超過4日啦，一般咧都係保持3日，但係佢超過4日之後咧，佢就係類似果凍咁樣咧，佢會縮水嘅，所以佢就會變成咁樣。食得㗎咧？食得嘅，係健康嘅，即係全天然嘅。當記者追問店員呢塊所謂嘅植物膠係乜嘢造成嘅時候，店員就咁樣回答：係乜嘢植物整成嘅植物膠？咩植物啊？都唔知點回答。順時新聞記者梁家偉報道。有冇